Hello， 大家好，我係 Rita 啊。今次嘅資訊片呢，想同你講呢樣嘢。有冇聽過內地往來電子臨時通行證？究竟係咩嘅一回事？關我哋香港人咩事呢？有冇幫助？點樣申請？冇回鄉證都可以過關？今集一一話俾大家知。有興趣睇片嘅朋友先讚好同埋訂閱我頻道。一陣見。退休阿太日誌。事緣呢，其實我哋國家出入境嘅管理局呢，有一個新嘅決定，喺2025年嘅3月20日呢，為咗香港同埋澳門嘅居民可以簽發來往內地嘅臨時通行證。而呢個臨時嘅通行證呢，並唔係如上圖嘅實體版，而係電子版。首先喺度，你如果睇緊呢條片嘅你，記住第一時間將你嘅回鄉卡拎出嚟，揾手機影咗佢先，因為所有嘅資料啊，真係你唔見咗要申請嘅時候呢，相關嘅資料例如號碼啊、日期呢，全部都要填入去㗎，所以先影咗相做個記錄先。當你聽到呢，原來可以喺網上呢申請呢一個電子臨時通行證嘅時候，你就以為攞住個通行證，咁我咪可以過關呢？錯，因為呢一個功能呢係用唔着㗎，咁仲申請嚟做咩啊？原來呢個臨時嘅通行證呢係不能用於出入境邊防檢查。簡單嚟講，即係你揸住呢個電子嘅臨時通行證呢，都唔可以呢用嚟過關㗎。不如我哋就講下，其實呢個臨時嘅通行證有咩作用啦？舉個例子，好似我上一次去咗成都旅行，譬如我去咗10日，搭高鐵或者飛機，喺玩緊嘅途中，可能第3日或者第4日，結果我遺失咗回鄉證，咁點算？記住呢，我哋喺國內，無論你搭高鐵或者飛機，你都必須要呢用到回鄉證㗎，嚟證明你嘅身份。如果你唔見咗嘅話，sorry 啦，你係真係搭唔到啦。喺呢個時候，你只要通過一部手機，咁你就可以立即申請內地往來電子嘅臨時通行證。攞住呢一個電子版嘅臨時通行證呢，咁就可以用作認證你嘅身份，去搭高鐵同埋飛機。溫馨提示一下，完成旅程之後呢，你都必須要呢再次申請返一張有效嘅回鄉證。不如就喺呢個部分教下大家點樣申請先。其實好簡單，步驟有幾個，只要打開手機喺微信或者支付寶入邊呢都可以申請到。而家呢，我就打開咗微信，記住呢喺放大鏡嘅搜尋裏面就打移民12367，就會呢立即出現咗啦。咁呢，記住我哋揀第一個移民12367嘅事業單位。之後入到嚟呢一版呢，有4個項目，我哋揀第一個中國公民服務。入到呢一版呢，叫做業務辦理，然後我哋揀右下角呢個圓圈，就寫住港澳台居民來往內地（大陸）臨時通行證。之後呢，會見到辦理須知，記住呢，已閱讀並同意申請須知，按下去。嚟到呢版呢，我哋記住呢係撳臨時通行證申領就可以開始申請。如果完成申請就按呢一度臨時通行證出示，成功辦妥證件就可以出示俾官員查證。之後呢，正式嚟到呢一版係叫做國家移民管理政務。喺第一個位置居民身份證呢，有個箭嘴㗎，我哋撳入去見到呢下低寫住居民身份證、普通護照同埋呢一個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我哋就係撳呢個，然後按確定。確定後呢，又會上返第一版，記住寫返你嘅中文姓名同埋輸入返你嘅回鄉卡嘅號碼。所以呢，一開始我就叫大家影定自己嘅回鄉卡，做返個記錄。咁第時真係唔見咗嘅時候，嚟到呢一版都記得個 number 填返入去。填好3項資料之後呢，我哋就按下一步。到咗呢個部分呢，要填嘅嘢就比較多嗱，不過不外乎都係證件嘅類型，已經揀咗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啦。證件嘅有效期、中文姓啦、中文名、性別、出生日期，自己呢設置一個密碼，確認密碼。最重要呢，其實申請嘅時候呢，係需要一個國內嘅手機電話號碼呢，用作呢獲得驗證碼嘅。填好晒資料，最後一個步驟呢，就會做一次人面識別。
做完呢個步驟之後呢，就恭喜你啦，因為正式申請成功，就會出咗呢一張電子嘅臨時通行證。到時呢，記住撳返呢度寫住臨時通行證出示，咁相關嘅官員呢，就知道你已經申請成功，並且呢會俾你上飛機同埋可以搭火車啦。記得呢個電子嘅臨時通行證呢，有效期為7天，而每一個月呢，只係限於申請2次。呢度呢，想同大家做返個總結啦。第一，你必須要呢出發之前呢，最好就影低自己嘅回鄉證嘅資料啦，因為唔見咗嘅時候，好多資料呢你都需要填寫。第二，必須呢具有呢一個國內嘅手機電話號碼，方便作為認證。第三，記住呢一個電子臨時嘅通行證係唔可以用嚟過關嘅。最後呢，其實呢個證件主要嘅作用呢，都係喺國內搭高鐵或者飛機嘅時候呢，作為身份嘅證明文件。最後想提點大家，如果真係你嘅港澳居民證件唔見咗，點樣做呢？記住去公安嘅機關嘅出入境管理部門辦理一次性嘅出入境通行證就可以啦。但係你嘅所在地究竟喺邊度辦理呢？亦都可以通過12367呢去諮詢。最後送多個 tips 俾大家，如果我真係唔想即日咧去辦理翻呢一個回鄉證，咁我有冇方法可以過關？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深圳灣呢其實係可以無證件過關㗎，只有用我哋人面識別加埋嘅指紋呢，就可以輕鬆過關啦。咁你返到香港就可以慢慢再申請翻回鄉卡。整體上面呢，其實我覺得呢真係方便咗。如果真係唔見咗回鄉卡，我哋就可以呢輕鬆咁樣喺網上申請。但係記住，我哋係未能夠過關㗎。好啦，最後想提下大家先，嗱呢一個嘅申請呢係免費嘅。記住呢，其實呢佢每一個月呢只係可以用2次，因為我今次同大家示範，我已經用咗一個 quota 啦。剩翻一個 quota， 真係需要嘅時候呢先再用啦。好啦，我今日要分享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意見，都可以喺留言區一齊去互動一下。多謝大家收睇，下次見。麻煩呢大家俾啲鼓勵我啊，讚好、分享、留言同埋免費訂閱。呢度係 V 太 Channel 退休阿太日誌，多謝晒，拜拜。